这间敢有开着？两位好，这间店是无公开，会当放心讲话。法官大人，我甲阮查某囝是受害者的家属，啊是安那会传阮来？杨美定真有可能去互判无罪。那安尼要安怎？阮来找谁啊？免紧张，等下去我的办公室再讲。哪会心私底下找受害者的家属？这根本就有私心。今晚要安怎？开始审理。歹势，丁兄，我有申请法官回避，要求你回避本案，停止诉讼。李正社，我看你真正是变无棒啊！知影甲你拍袂赢，所以去申请法官回避啊。啊，你太无代无志哦，走去找受害人的家属开庭啦。哎呦，我听人讲哦，都是私底下去找这，我讲的伦理恐吓是毋是有小可？我不过是甲因提供一寡专业的法律意见。我这人咧审理案件，一向是公平，无带私心。烦恼被告无罪释放，这毋是私心，什么才是私心？你有罪推定，你自头到尾认为我的当事人有罪哦，这根本是一场无公平的审判。请你停止诉讼，辩方已经提交诉状，申请后议庭回避。